继续来看国防部编预算，1亿6900万，要来打造国军钢铁人。这是来仿照美国军所研发的野外装备。国军一穿起来，就亲像钢铁人同款，在搬弹药，或者是咧操作着重型武器的时阵，更加省力。国军兄弟到野外进行作战的演练，各种动作拢正标准。爱人派上番更较轻松，看一个真正国军兄弟身躯穿乌色装备，袂输是钢铁人同款。这是国防部所研究出来军用动力外骨架系统，由中科院打造的。 和国军兄弟执行任务时，加较轻松。头一摆公开，国防部长讲，这对作战有真大的帮助。中科院现在正在做的是吧？这个也是为了好像叫单兵可以负重，可以增加它这个负重的能量嘛。啊，这个第一也是对我们以后部队，不管是战力或人员的这个。 体能方面会有所帮助的。满足士兵认为需要提升国军战斗的能力，国防部将持续研究，将这套外骨架动力服装要来量产，和第一线的国军兄弟拢有机会变成台湾版的钢铁人。